在日本呢，有企业推出未来人类洗身躯机，倒入去内面呢，15分钟身躯家己洗甲清清气气，唔免湿文洗头毛巾。不过这一台无俗，要开大票1200万。白色浴缸、乌色半透明的一床挂，床体内底有一个半倒式的椅仔。这台长度大约230公分，看起来像是加木工厂的机器，是日本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未来人类的洗身躯机。早伫2025年台版关西世界博览会就8点出柜了。はい、閉め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きます、未来に。はい、未来体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使用者倒入洗身躯机了后，头前会显示出影像，甲使用者讲准备要放水洗身躯才过程。等床体内底放水到一定程度了后，所就开始喷有这个精油气泡的水，开始来替人来洗身躯。体をきれいにする部分というのはこのファインバブルという、技術で、泡を使って石鹸洗剤を一切使わずに頭の先から足の先まできれいにする。入った方の背中で脈動を取ってセンシングをして自律神経の状態を判断して。这个洗身躯机使用的水温大约是38度，利用3/1000毫米甲1/1000毫米这两种无同寸少的微气泡，甲人体顶面的皮肤的油甲垃圾甲洗掉。规个过程使用者拢无需要刷叮当，也是用物件来入洗身躯。洗身躯的过程中，内底也会投影樱花也高山水这的风景，并且根据感测的人体心率，播送互使用者更加放松的音乐。洗好了后，身体也使烘干。不过，这套转自动的洗身躯机是无俗，要6000万块入票，相当大票1200多万。要买有啥物族群呢？暂时想向爱这个高级奢华品的人，也是水疗、养老机构等。那感觉收费也在小可等一个专门为登记照护機構設計簡化版的洗身躯機。今介護施設というのは非常に人手不足、特にヘルパーさんの労働力の負担が大きいのが入浴介助です。2人がかりで抱きかかえて、洗うと。简化版的洗身躯机有加今年3月上市，无华丽床挂甲投影设备，只有配备椅仔浴缸，配备予使用者会使入去坐小门，有价要卖145万块入票，相当大票29万外。国际新闻，陈思彤编译。